该爱去甲伊做细心哦，做细心来支持咱自己哦。你达到真正有做负责，所以呢，咱就是啥，给你一起，你家己爱了解。宽待人是啥？哦，爱惜中人，所以呢，咱有时会咱爱想，我们要指标，爱惜就是该张主的对啦，爱张就是爱欣然断标。有时讲的哦，是爱惜的哦，咱是惜的哦，所以咱老师在台湾不断的开班，不是你来讲话，哦，不断的听到你不会来讲话，不断的会有不会你来讲话，对不？啊，不断的强调不是这些话，天话很专业，啊无，人讲，老师咱这个老师讲，啊我咧讲，啊你咧听，啊做嘛你咧做，啊你无解哦，无解无当，我嘛无法度呢，嘛无法度呢。你若感觉讲你若去看买，感觉要做轻松好啊，啊你就做中间啦。所以呢，咱老师讲我三经个社会啦，我知影人要可怜，我知影去到地狱，哦，知影地狱的悲惨，我三经去到天堂，我知影天堂的这个啥来逍遥。所以呢，第三咱要选择做啥？当然要选择叫做天堂啦。我嘛无去做啊，祸害咱拢知。哦，世间是一个循环，经济咱嘛拢总知。可是咱平常要去做遐啥呢？遐真正，咱真正袂知。咱是个这是一个，所以呢，嘛是咱来讲有诶。伊讲，今仔日咱要改变咱不多讲。今仔日讲一个人做爱报销，要叫条报销，困难。伊做爱条，我要改条，改进，真正是怎么啦？可是呢，人讲改变是痛苦诶，可是你无改变就来痛苦。